苗圃百福第6課，重新得力，追求聖靈充滿，大有能力。第7天，羅馬書15章13節。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因信將諸般的喜樂、平安充滿你們的心，使你們藉着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。羅馬書15章13節。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因信將諸般的喜樂、平安充滿你們的心，使你們藉着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。親愛的主耶穌，感謝你使我的生命因着你有盼望，靠着主使喜樂和平安充滿我的心，藉着主的恩典，不再成為罪的奴僕。親愛的主耶穌，感謝你使我的生命因着你有盼望，靠着主使喜樂和平安充滿我的心，藉着主的恩典，不再成為罪的奴僕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，我靠着神，喜樂和平安必充滿我的心，靠着聖靈的能力，我的生命必然大有盼望。阿們。